呢個時間表唔啱我喎，星期二5點半得唔得啊？又唔得，唉，咩話？星期六朝頭早8點，佢有其他堂上啊，算啦，唔該晒你先。喂，Linda，做咩揦晒口面咁樣啊？唉，Karen，我好煩啊！阿 Jack 啲成績越嚟越差，尤其是係數學，好難揾到一個啱佢嘅老師，而且時間又就到佢嘅補習班。哦，唔使擔心啦，Jack 會 OK 㗎。我個女 Joffy 之前又咪咁，數學好似唔中意佢咁，唉，真係好困難㗎。但係佢而家已經有所改善啦。真係？你點樣幫佢㗎？哦，咪就係遇上到 Megathink Online 咯。我可以喺 Megathink Online 上面選擇合適嘅導師同埋時間，導師又會幫 Joffy 制定個人化嘅學習計劃。Joffy 又可以喺任何上到網嘅地方上堂。我仲可以 click 一下入去，同導師 chat 下，跟進佢嘅進度，一個網站搞掂晒，超級方便啊！Hi Karen，多謝你嘅介紹啊！阿 Jack 上咗 Megathink Online 之後，成績真係好咗好多啊！我仲可以多咗 me time，可以 high tea high 耐啲添。